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朝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这几关电视中，伊讲咱台湾要完全清零，已经是无可能啊。用来控制疫情，尽量维持正常的生活。一方面，就是要保持咱台湾医疗量能爱有量上，另外徛家隔离的规定嘛要放零。讲一间厝若是有围着的人做伙住，敢若一间洗身躯间就会使，也毋过洗身躯间爱加强消毒。另外，抗疫隔离的人嘛会当全户唔免大家拢隔离，也毋过若是外国入境的个案就袂使啊。到底这个规定和过去有啥物无同？咱甲时间交互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今仔日带你来关心的是台湾的疫情状况。今麦台湾这几天伊的疫情的确诊的人数是愈来愈多。今麦呢，今年的年初甲这个月5号安尼算入来，镜头较轻的有2000多人。有占差不多99%以上，镜头较严重的有5个人。即马指挥官陈时中就讲，大港有超过1500个人确诊，镜头较轻的人会使伫厝内隔离，还是进行治疗。毋过有医生就感觉讲，安尼无啥可能，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无2间以上的厝，应该教讲，阮安怎去照顾阮确诊的厝内人。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，阮就爱去关心说，阮的资源，阮的医疗资源敢有够？即马全国的病床有3000多个，检疫所6000多个，旅馆400多个。即马会使用的病床是65%，检疫所45%，旅馆1%。即马陈时中就讲，即马上介重要的，就是甲镜头较轻的、甲镜头较严重的分开处理。安怎处理咧？镜头较轻的，阮就送去检疫所，还是旅馆处理拢会使。镜头较重的，阮就送去甲病院，还是你伫厝内面隔离，还是检疫的话，就踮伫厝内就会使啊。啊，我即马佫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阮惊讲社区的感染会愈来愈严重，所以即马有新的隔离的措施。原本是一个人要有家己的房间佮浴巾啊，啊，毋过即马毋免啊，即马会使做伙用同一间的浴巾啊，啊，毋过用完了后爱消毒，啊，毋过也是你是为国外入来的话，这2点袂使安尼使用。最后咧，即马爱加强的是清消甲卫生的教育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阮再会。